台北内湖有妈妈和查某囝行地路，却逼出讲是和诈骗有牵连。这诈骗集团假做是网前，甲这死者骗超过1200万，佮甲因拐讲呢，这厝着爱摕去抵押借钱落尾，也是互骗了了。而且逼出讲这死者有去报警察，警察佮甲这死者敲死。台湖分局今日证实讲，这当前欠缺同理心，国机界记告处罚，检方也会介入调查，和这专案敢有关联。正常不公开，谢谢。专心包爸爸心情落寞，对亲人的死有关艰苦。伊的母亲甲姐姐伫厝内烧炭自杀，检方查到上验了后排除他杀的嫌疑。前几天他出来载他的女儿出去啊，打招呼点头一下，没有怎样，很可怜呢。母仔惊就绝路，也出甲诈骗有关系，警方调查。55岁母亲在生进前哄骗假投资，找29岁查某囝同齐，搁较互为实洗脑，将家己的厝去贷款贷170万，然后搁较损失超过1200万，甚至向辖区报案，也搁互警员用回来考试。12月6日电话通知被害人的过程当中，通话过程言辞欠当，缺乏同理心，和予刘姓员警记大过惩处，并调整服务单位。电话中甲死者到底讲啥物？警方无提供。内湖分局指证室派出所当前言辞不当，除了记告处罚，检方也要查，甲专案敢有关联，敢是涉及刑责。那死者当初误信的，就是假冒名人诈骗。伫测试报案了后，警方交代只锁定车手的身份。几啊摆的发文澄清，都惊要将受骗，毋过继续有诈骗集团冒用有100万订阅的，你在 YouTuber 查起兄弟，死者踏入诈骗圈套，业绩无下，房产也恐惊保袂掉。对于就是民众来说，这些网红其实也是他们平时能得知这些就是投资的知识的一些管道，所以他们就算是这些网红，他们黏着度也很高，他们可能就会相信他，所以这些头像被冒用的时候，他们也以为是这个网红开的课。诈骗的步数百种，若是典型的财经专家，就连理财网情拢正做不法集团港骗的步数之一。警方提醒，为网情敢是有哪高高，搁甲被种互动数，拢是分辨真假依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